大家好，我係阿立日記頻道嘅主播 Lily。今集講述深水埗明哥否認違規請外勞，引唔少網友精彩留言。以前嗰間北河明河燒臘飯店呢，就喺對面呢度275嘅。咁之後我哋搬咗過嚟呢度北河飯店276，我都唔識佢嘅。佢同嗰個業主租咗之後，咁我就個牌反正都冇乜用啦，不如俾咗佢啦，我又冇收佢錢嘅，我又話，咁咪就咁轉咗俾佢啦。咁佢可能而家都未轉得到，就用緊我哋嗰個先啦，簽者自簽。不過明哥所指嘅275號鋪名又唔係叫北河明河燒臘飯店。姓何嘅負責人承認牌照轉名未處理完，但否認同違規輸入勞工有關，更加係電話同明哥理論。點會係我啊，明哥，唔好玩我啦！我簽緊名㗎嘛，係嘛？係啊，但係你嗰度違規啊，請人，勞工處就抵制你，你唔係抵制我啊嘛。我冇請過外勞啊，我哋連生意都冇，點會請外勞啊？近日香港嘅外勞政策再次引起咗大家嘅廣泛關注，特別係喺明河燒臘飯店嘅事件之後，社會對於外勞嘅使用及其影響嘅討論高潮迭起。明哥喺事發之後否認同外勞有關，並聲稱已經轉讓經營權。然而呢一事件卻讓人們對香港嘅外勞政策產生咗質疑與反思。針對明哥嘅回應啦，好多網友喺社交媒體上面表達咗佢哋嘅睇法。一位網友留言道：外勞政策真求其，香港打工仔真係慘，被政策迫害。呢句說話引起咗唔少人嘅共鳴，顯示出社會上對於本地勞工處境嘅憂慮同不滿。隨住失業率上升，越嚟越多嘅香港市民感受到生活嘅壓力，而外勞嘅引入似乎讓呢一種壓力加劇，成為既有嘅問題。網友仲提到，明哥喺電話中嘅反應顯示出一絲恐慌，似乎對自己所講嘅嘢感到心虛。一位網友評論道：明哥同電話嘅時候，眼神透露出絲絲恐慌，似係心虛嘅表情。呢種觀察等人開始重新思考，明哥表面嘅善行係咪只係一場大戲呢？明哥長期免費派飯與基層市民嘅行為，表面上看似善舉，但其背後嘅動機卻俾人浮想聯翩。有網友指出咧，其實派飯一路都有人捐款俾佢先啦，一日都賣唔到幾百個飯，何德何能派幾百個飯？呢句話突出咗明哥與其所謂嘅善行之間嘅矛盾，俾人對其真正嘅意圖產生懷疑。喺當前社會中，好多擁護本地勞工權益嘅人對現行外勞政策表示譴責。一位留言者指出咧，香港大把人失業，政府又批准請外勞，其實係咪叫香港人排隊申請綜援？真係天才！呢一種批評反映出好多人對政府政策嘅唔理解同不滿，認為喺經濟艱難嘅時期，應該優先考慮本地人嘅就業需求。除咗對香港政府嘅質疑，網友們仲對明哥所代表嘅救世主角色提出咗質疑。一位用戶評論道：信佢做善事嗰啲都傻㗎啦，借勢盜名揾油水。呢一種情緒顯示出對社會公益與真正嘅善行嘅混淆，令到市民對於制度內嘅角色感到困惑。喺事件發展中，勞工處亦都對明哥嘅僱用情況展開咗調查，並制裁咗3名違反補充勞工優化計劃嘅僱主，包括明河燒臘飯店嘅經營者。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某喺發言中表示，對於個別案子嘅評論唔多，但係強調勞工處已經對僱主資料做咗仔細嘅核對，並表示資料正確無誤。